尼克·福瑞智慧与谋略奠定了他神盾局局长的宝座。说白了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复仇者联盟。在美队2中，尼克·福瑞被9头蛇的特工围困在车里，尽管身处险境，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哪怕面对冬兵这样的狠角色，他依旧能够全身而退，不由得让我惋惜他在漫威剧中的戏份太少了。在复联3中，灭霸打出响指，尼克·福瑞在化成灰前，利用传呼机向惊奇队长发出宇宙求救信号，这也成为复仇者联盟4的一个重要线索，同时也为惊奇队长的出现埋下了伏笔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战略领导者，却在斯克鲁人入侵地球时屈服了。一直以来，尼克为当初给斯克鲁人画饼的是深感内疚，如今他愿意交出复仇者的 DNA 样本，希望斯克鲁人变强后去抢夺其他的星球，给人类留一条生路。格拉维克先是验证了样本的真假，然后马上启动了仪器，将22种不同的超能力融于一身。可他忘了尼克也在仪器的照射范围内。基因改良的格拉维克变得强壮，随手就要拿尼克练手，哪曾想尼克竟能硬生生的接下他的全力一击。疑惑的小眼神暴露了格拉维克的想法：明明仪器对人类是无效的，尼克·福瑞又为什么会变强？原来负责来交货的尼克是加雅假扮，就是想拖住斯克鲁人的侵略，为尼克·福瑞营救总统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此刻的总统还不知道罗德是斯克鲁人，怕尼克说出真相，罗德突然夺枪灭口，幸亏尼克反应敏捷，直接开枪送罗德去吃了盒饭。看着罗德变回了斯克鲁人，总统也立刻明白了一切。至此，人类被团灭的浩劫暂时告一段落，同时加雅与格拉维克的大战也将开启。首先，加雅一只手是惊奇队长，另一只手是德拉克斯。格拉维克的身体一半是树人格鲁特，而另一半竟幻化成了憎恶。随后，格拉维克抬起汽车砸了过来。加雅为了躲避攻击，使用了幽灵的虚化能力。随后，格拉维克又变出石头人寇格的手臂，加雅便用冰霜巨人族的冰刃一战。于是两人展开技多不压身的对决。被钉在集装箱上的格拉维克马上改用了乌木猴的超能力，加雅没有防备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然后格拉维克的一条腿又变成绿巨人，将加雅踹飞。等加雅爬起后，一只手幻化出黑矮星的手臂，另一只手依旧是惊奇队长，而格拉维克幻化出了灭霸的手臂。两人飞到空中继续缠斗，急速坠落是加雅用螳螂女的技能将格拉维克短暂的催眠。落地后，加雅将力量值拉满，仅仅一个冲锋就将格拉维克打穿，彻底终结了这场种族危机。之后，加雅释放出被冒充角色的人类，其中自然也有真的罗德上校。而当时罗德的衣服与美队3中因下半身瘫痪接受检查的衣服相同。难道从2016年后，罗德都是斯克鲁人冒充的吗？莫非与钢铁侠告别的人也是斯克鲁人？可在2019年的复联4中，灭霸炸毁了复联基地，罗德在废墟中艰难的爬行，当时他头上的血液可还是鲜红色，而斯克鲁人的血迹是深紫色，所以罗德在美队3中被调包的条件不成立。至于罗德到底是什么时候被调包的，希望有忠诚的漫威迷们不吝赐教。结尾时，总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追杀地球上所有的斯克鲁人。军情六处的索尼娅找到加雅寻求合作，原来他私下谋划着更可怕的阴谋。好消息是克里人准备与斯克鲁人停战，他们再也不用苟活在地球上了。